高雄林园有一栋10层楼高的大楼，今透早4点多的时阵发生火灾，造成1楼厝主的后生和2名活男子的厝脚未久逃生来死亡，这导火原因阁需要调查。大楼的管委会就讲，这1楼大违建的铁柱和铁门已经是几多年啊，可是政府检举也拢无处理，想要到真就发生意外。 大楼以2楼互大火烧过，门面甲内部设备家具拢烧甲臭灰搭。感谢人员伫火场勘查，透早4点外这场大火，惊车附近的民众甲共一栋大楼的住户，大家拢真惊吓。你无看到火，你看到火，你脚冷冷。无看到火呢，因到2楼就无甲，头壳门讲破，这个火就看到了。2楼已经全面燃烧，那我们的同仁破门破窗进去抢救，然后发现目前在2楼有3位欧卡的民众。 住伫3楼厝主的后生，甲分租2楼雅房的2名越南籍移工，未赴逃生伫火场2楼死亡。导火原因爱搁调查，毋过协助摕灭火器拍火大楼主委却指出，1楼顶下违建装铁门，管委会认为影响逃生动线，真侪摆向市府检举，拢无看到处理。今年4月已经向厝主提告，毋过意外确实发生。我现在已经也在告他啊，他那个大楼。 把我这个违建都围起来啊！他那个1+2也是违建啊，后面那个铁皮也是违建啊。在接获检举后，就立即查处在案。经过2次派工，都是门锁的状态，无法进入。最近一次前往勘查的日期是在今年的7月28日。后续我们会尽速派工进行拆除。这栋30年的10层楼的大楼，工务局表示。 1楼顶下卡的状况，伫管区合并进程已经存在，2摆接到检举查处，会赶紧照规定将违建的部分拆掉。另外，4楼以上有住户装铁窗，4月已经函文管委会来阻止，若无同意，会由工务局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